加入大哥玩大哥啦，玩大哥啦。来，谢谢师傅，这边可以来，哎，我们下来，下来。我是事业地方感谢你，感谢你这个大家付出在内，即摆计划要开始，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志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这是咱请敬拜团来学好敬拜。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用诗歌，我们要全人、全心跟全力来敬拜他。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允许，我们可以起立，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因为他常充满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更像他。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
合一的祷告的时候，神就要开始动工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祈求神的意念藏在我们里面，我们祈求神的圣灵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的意念远远高过于我们，他的道路远胜过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咱三角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来报备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大使者，咱的主，你对圣子投胎，对大小女玛利亚出世，以本地的票到人来受苦，并是第四排众人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第专营的上帝大名，伊要几下过来审判大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教会，圣徒的上方，最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40篇。主讲，我是阿里法，佫是乌米加。头一个，是头尾个，是头。洗清伊的衫的人有福气，将要予伊有权到伫活命的树。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这教会，你证明这是事。我是大直的拳头，佫是伊的护卫。是三种的启明天。圣神甲新娘拢讲来，来，喙焦的人就来，一个人通白白得到活命的水。感情正事的正着我紧紧到。阿免，主耶稣，你来。咱三个奥堂来祈祷。阮伫天顶阿爸爸的上帝，阮感谢你。即礼拜来保守甲照顾，也带领阮来圣殿来敬拜你。愿你的国降临，伫阮所爱的地球上，伫遮有公义甲怜悯，也求你医治即礼拜发生伫三劫车祸受伤的，也安慰过身的家属的心灵。阮搁一遍向你祈求，求你医治教会有病痛的兄弟，互因紧紧来恢复健康的身体，也求圣灵降临，互讲的听的拢得到帮助，互阮更加感受主你的疼，改变阮成做新造的人。阮也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主。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放正团来讨论。
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40节到46节。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既然惊伊伫我兄弟的姊妹世一个，就是惊伊伫我。搁要甲倒边的讲，恁受咒诅的，就离开我，入永远的火，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遐的使者所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毋捌互我啉；我出外，恁毋捌互我住；我脱抹体，你也毋捌互我穿；我破病，甲伫监里，恁也毋捌来看顾我。因也要应讲，主啊，阮啥物时看见你枵，也是喙焦，也是出外，也是脱抹体，也是破病，也是伫监里，来无服侍你啊！伊就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无惊伊伫这姊妹世一个，就是无惊伊伫我。这人要去入永远的刑罚，若是伊个人入永远的活。这是咱请蔡长老来讲道，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天国的门票。每天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主入学小学生献诗完，你们都做一个什么动作？今天那个我们的我们中年团契，我们献诗，还有后面站了一排美女献诗，你们有做什么动作没有？能不能补一下？我真的相信今天看这首歌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我们后面还站了一排美女。今天我教育有一个叫做林慧玲小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坐在中间。我说美女都站在后面一排唱歌，为什么你不上去？她说她不是美女。你爸爸是我们教界英俊潇洒的，你还敢讲你不是美女啊？耽误你爸爸的美女。但是上个礼拜我们去中山教会，周长老娘帮我们拍照，可能他只要拍到那个周长老了但是我们全部都照到。说真的，我看了好几遍又好几遍，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是联合诗班，我们的诗班、三马团契、青少年团契，全部的人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声音之和谐之美。最庆幸的是蔡崇林没有去参加，因为那个林桂香在戏传，我没有参加，我会破坏和谐的音，真的很美。这是个非常好的见证。能够在这么多教会面前，让我们中心教会的诗班是用一个非常和谐、美丽又高兴、热情、爱主的声在侍奉，这是很美的事情。其实从母亲节完之后，我接到丽香姐的传给我的信息，说她的哥哥荣义兄已经走了，花了大概400多万。其实我本来就要泼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告诉我们我心中的一个感受。可是我觉得很复杂，我也没有回信给丽香姐，也没有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这件事情。这2个礼拜我都在想，我到底错过了什么？我是不是少做了什么？因为丽香姐一直希望她的哥哥能够来信主，她知道说医生跟她讲说复临的机会很渺茫，也许他就蒙主恩召。但是如果他没有信主，没有拿到天国的门票呢？他有没有拿到？我不知道。他说我很害怕，他没有拿到天国的门票。我每天祷告，上帝什么旨意我不知道。因为本来如果认为他能够，他从昏迷只是3到能够讲话有意识，能够跟人家交流，那我觉得进步已经很大了。我希望他能够晚点好起来，来我们这边做礼拜，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就问上帝：坏，
为什么？我这2个礼拜都在问上帝为什么。突然一个答案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能帮他先取得天国的门票？我就觉得很惭愧。虽然我们跟他不认识，但是我们认识丽香姐啊，我们是能够透过丽香姐去在他面前，既然他有意识来跟他传道，让他取得天国的门票。若上帝让他到天国，我们心里会得到安稳呐、可是我就觉得我做了，我没有做到，我就觉得我很惭愧，所以这2个礼拜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这2个礼拜之中，除了看到这个天国的门票，我就想到上个礼拜六，我突然祷告说，我好久没有看到曹庆兄了。可是我知道不可能嘛，他在化疗，他根本不能，身体很不舒服，连动都动不太起来。我说，我就笑一笑跟上帝讲说，我讲的那上帝你自己看吧。那上个礼拜天能不能看到曹庆兄？结果曹庆兄来了，推着轮椅来坐到后面，我自己吓了一跳，我一直看到他。说奇怪，怎么那么奇妙？然后他说你们能不能站起来？他说站不太起来。可他坐在那边，他说他就是一个感动，很想要做礼拜，所以请他的家人把他硬推也要推来做礼拜。他就坐在下，在想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积极的要来取得天国的门票？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就是那个杨弟兄陈汉。来，谢谢坐在陈汉旁边的小姐，请你先站起来好不好？哎，大家看一下，好，请坐。你猜他是谁呀？你猜他，请坐一下，你猜他什么人？陈汉的女朋友吗？妹妹，姐姐。他谁呀？姐姐。陈汉，那是你的谁？妈妈。哦，好年轻哦。每次看到我好高兴，陈汉连续3个礼拜都来了，每次看到陈汉来，我也很高兴。看到陈汉来到这边做礼拜，然后看到他笑笑的，哎，他脸上有棺材，所以我刚才跟陈汉讲，不要忘记这里都是你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突然恍然大悟，上帝为什么给我设定这个题目？半年前设定的，因为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都得到天国的门票。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得到天国的门票。阿门。再有信心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们都好像每次来做礼拜都好像我举办一个形式，谋杀大吼。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得到天国的门票。阿门。每个人来这边就希望能够得到天国的门票。这天国的门票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天国的门票就是希望每一个人用我们的心来过。那我突然感觉到我们很照顾我们的小家庭，可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基督的身体啊，是一个家庭，基督的家庭。西鲁教会牧师6月底要走，一直跟我讲，蔡长老你去中正教会太久了啦，赶快来我们教会好不好？以前我走了，以前自己算一算，以前经过了好几间教会，我每次教会到一定程度我就离开，因为我觉得有专职的牧师来比较好。这时我就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已经70几岁了，我不可能再去管理你们基督教会。虽然我跟他感情很深厚，因为毕竟那个建堂我从头到尾都参与。然后我6月底会去，我最少要去2个礼拜，我已经跟中信教会讲622、629这2个礼拜，我会去你们那边，那再跟你们商量一下，看你怎么样让教会真正为主而存活下去，真正为主而来做礼拜。因为我经过这几年教会，我事后思索，我们知道那个教会的所有人，尤其在乡下的人，我们那个欧巴的妈妈就在盐水教会，我到盐水教会的时候，从70、80个人到将近200个人，很快，很兴盛。那我走了之后，没有一个牧师再过一任。那每次他们都打电话来，赵长老你回来看我们一下，一月一次也好。我说你不要为了我而礼拜，但相对的，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思考的问题很单纯，我希望我就在中心教会，让中心教会，我希望
我能够跟中间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拿得到天国的门票。我们不要讲那么大声的话，我到新生教会有几百个人，我到西方那个大关教会有几百个人，我只希望在中间教会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拿到天国的门票，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天国的门票取得容易吗？天国的门票取的时候，要走进天国的门，我们要的什么？当审判来临，你要拿得到天国的门票。6月16号有YMC 的比赛，那要演唱，哎，歌名是什么？歌曲是什么？荣耀啊，荣耀颂，荣耀颂。那小子说啊，蔡哥你一定要来参加啦，那县长老会给你票，我给你位置更前面的票，其实都一样的，没办法。我发觉到70岁以后我最忙，因为每天为了小孙女，我们家有个特色哈，所以我看到陈汉来，我觉得很高兴，他药房生意一定很好。不是我大女儿生病倒，上个礼拜倒了3次，就是大孙女生病，就是二孙女生病，轮流的嘛。现在生病都是轮流的，而且听说人乡里面一大票嘛整个医院一大票的人都在生病。现在生病好像没有生病的人才有点不太正常的感觉现在台湾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提到天国的门票，在马太福音25章就在讲怎么进入天国。他要举3个比喻。第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不清楚，马上有时间可以回去自己看。10个童女有5个童女，一边每天都在玩，5个童女随时准备那个灯油。就新娘来了，以前在犹太民族的文化里面，新娘是迎娶要经过好远好远的距离，所以来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候半夜。半夜来的时候，5个童女有油就用着灯陪着新娘进去。5个童女没有啊，就门就关起来，进不去。也在告诉我们，天国是为准备好的人而准备的。你要进天国的门票，一定要随时准备好。那又讲到有5000、有2000、有1000的比喻。5000的拿了5000块之后，主人给他5000块，他还有5000块，又去赚了5000块钱，2000块钱又去赚了2000块钱，就那1000块钱的人埋在地上。他说：“主人你很严格啊，我怕我去做生意亏损啊，所以我埋在地上，绝对不会丢掉。所以你看，我又把1000块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主人说：“你这可恶的人呐、我叫你做你都不做。”我们基督教经常讲说，我们不要爱钱财。那个富人进入天国比骆驼穿针落得进入针眼更难。我跟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圣经告诉我们，你有5000的，你就赚5000块，甚至更多。我现在在座每个兄姐们都赚大钱，没有一个牧师会这样讲。我们都讲得很含蓄，很伪善。基督教不是伪善。我希望每个都赚很多的钱，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赚钱是要出来做善事。你要钱要在自为小，在弱小者身上，你们赚钱才有他的目的。我看到很多的大企业家，我看到很多有钱人，可是我觉得他们生活很痛苦，非常空虚。你赚的钱在生前没有用，死了变成什么？遗产，赚太多有用吗？所以我们相对的每一个人在这里，在天国里面5000个人的，我希望每个人中宣教的弟兄姐妹们，不管做何工作，都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再叮咛一次，你赚钱是要为主所用，而不是赚钱放在口袋里面当成遗产。但是遗产有什么用？我记得我赚最多钱是在大湾教会。你看，如果你去大湾教会看，大湾教会非常的漂亮，人也现在也非常多，超过1000人了。没有人知道那教会怎么盖起来的，我也没有讲，他们知道就好。我的钱大概在大湾教会全部都结束。可是没关系，后面我继续再赚我毕竟是高级的那个主管，那我还可以继续赚钱虽然说现在我发觉我赚的钱买不到台北一间房子但是无所谓没有房子的话，我就去跟浙多税同一间好了。所以我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做任何的预备。更重要的，上帝告诉我们，你是绵羊或者是山羊，
什么是绵羊？什么是山羊？也就是说，你们都是同在一个场所聚会，有一天上帝要把你分别出来。我们看到绵羊啊，它是成群的，绵羊有个特色，一定是成群的。我们 COVID-19 之后会发生一个现象，很多人喜欢线上礼拜，轻松嘛，两脚翘在整个的那个沙发的那个茶桌的椅子上，腿翘着还可以啃那个瓜子，里面一边做礼拜还一边转台，哎，这个牧师讲的比较好，这不叫礼拜哦，这个叫看秀场。每个人说哦，我礼拜天都在看好消息，我是讲说你看好消息很好啊，最起码没有看那些真的是不太好的影片。但相对的，上帝希望你来，要你亲近呢，但希望你亲近他呢。所以牧羊人每年有个特色是牧羊人会听牧羊人的声音，会听主的声音，随着主而走啊。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说，听到从又要行道，要服从牧羊人的声音。什么叫行道？你今天不是关在这里听呢，你说要爱你的邻居，那你跟隔壁的邻居感情好不好？想一想，你说要爱你的邻居，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亲友，有吗？上帝告诉我们，你要当绵羊，你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你要当绵羊，你性格要温驯，不会主动攻击。我发觉到，我到70几岁才发觉到，有的攻击是真的会让你觉得措手无，这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攻击性这么强，而且是神学生，神学院的师生，没关系，把它都会讲出去。攻击性好强哦，为什么？不知道。我在讲上帝怜悯啊，我们上帝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建立德性，这才是绵羊啊！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在草场快吃羊啊，不要自作主张，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一念，神所做的高过我们所做的。服从神，听神的话。你觉得我自己主见我很强，我很厉害，就像在敬拜赞美一样。你看我声音特别好，所以我唱特别大声。哎，人家你声音比较差，你唱小声一点。没有，神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就发挥你的声音出来。重要是什么？和谐。圣歌队也一样，你要唱圣歌队的，你说圣歌队，我声音比较漂亮，所以我要唱大声一点。上帝，你唱大声，上帝觉得是噪音呢、上帝需要他这样和谐的声音，就像刚才打鼓一样。你敲错了，搞不好上帝希望你敲错那个声音。没关系，你就勇敢的就去做。没关系，我的伴奏很厉害，你放心好了，你再怎么教他那个伴奏，他要帮你伴奏。但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圣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你的得救在乎归回安稳呐、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他说你平静的心，等候主的声音，不要急，上帝会给你一个最好的。所以彼此之间啊，绵羊不会互相争夺，绵羊是整群过去，有草大家一起吃，有福大家一起享，有东西大家一起用。这希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饿了我给你吃，你渴了我给你喝，你没有衣服穿我给你衣服穿，你没有地方住我给你住，你在生病你在监狱里我来看你，这是绵羊的行为啊。时常在关心别人，在关心别人是绵羊做的行为，可是山羊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山羊，一只山羊有没有都长着角，就在峭壁上里面，山羊很喜欢独自走。山羊不是合群的动物，是孤僻的动物。我们有时候是孤僻的，就像山羊里面，我们就现在看到一只山羊里面啊，就一个人这样纹风不动的生活，我每天过得就这样，我过得就好，我管别人怎么样。说真的，我一个人有一个，因为我这里没有结论，不能说结论对跟不对啊。有人跟我讲说你生活过得怎么样？哪能怎么样？我一个人饱，全家都饱，我根本不理别人怎么样。这样过的就是自己自私的生活，只管自己的生活，只管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反正我过得好就好，我管别人怎么样。哎呀，我们这种人啊，什么都不要管了、啊，反正每天过一天啊，有一天我们就走了啦。问题是你没有拿到天国的门票，你要走去哪里？
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的人是由我们的心耳朵发成，眼睛闭着，听而不见，也就听而不闻，那个视而不见，也就是有时候你一直觉得说你真的是很认真听主的声音，但是其实你没有听进去的。所以像我们经常流行一句话，老师跟你讲的你有没有在听？老师跟你讲的你有没有在听？老师跟你讲的你有没有在听？有啊，是听完以后就飘走了，这一耳听，那耳就出去。这是上面的一个特色，特色就是说，他只知道人行上不去行了，他知道这是善事应该做的，举手知道你应该去做的，他就不去做，所以他光做什么论断。今天经脉团上个礼拜经上的比较好，这个经脉团今天涨的，那下个礼拜的，今天的那个打鼓是谁呀？王章打鼓打错一个音。上帝就要听那个音呢，王章你没有打错吧？我做笔而已，他那么紧张。那相对的，我们来这里是要赞美人家的，这么多人的事情都兄弟姐妹，你在家里，你对你的兄弟姐妹他做什么事情，你就在每天在批判呐。太太今天煮的东西，你今天煮的东西怎么这个也难吃，那个也难吃，那个也不好。有一天你太太就要跟你讲，干你去煮的啦，我买煮嘛。就是对你听见无？去往哪去？我一个想说你跟你去煮的，卖不煮。相对的，我们是应该存着赞美的心，每个人给我们都应该存着一个赞美心，存着高兴的心啊，不要去论断，然后去报复。所以三娘她的口味是什么？世界穷的那么多，我怎么管得了？世界上为我去做，为什么不是叶继安去做？我们叶继安退休了，有时间了，他还有月退啊，所以他说他家他们家里唯一在工作只有新年啊。不管这么做，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做？你都不能去做吗？靠用的那么好，你全世界去跑一跑就可以去做。都是只在跟着别人应该去做，我们自己都不去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那个今天告诉我们，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没有衣服你不给我穿，我生病我没有地方住你不给我住，我生病我在监里你都不看我。哎呦，你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就是有关系呀、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指挥这个题目的时候，慢慢我要改变他的想法。我到现在已经没有说什么大教会的观念，我一定要把教会就像以前一样，就是小组长把教会弄得很大，人很多。然后我离开以后，我看到人就渐渐少。我现在所离开的教会，大概比我走之前都好了很多。我都很难过，我说为什么？给你们这些专职的牧师来牧养这样，所以我就说跟教会讲，各司其职吧。有一天，教会怎么样我都没有意见，但最起码我们教会现在很安稳。我们努力取得天国的门票，那个才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讲的说分开，在审判的时候就会分开。从以西结书里面，甚至以西结里面特别讲说，你这些牧人要好好照顾我的羊群呢。你那个牧者知道牧羊，现在不是争取你的权利有多大？你们最重要是什么？山羊跟绵羊你们分开，有一天审判到不会把你们分开。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今天在马太福音的25章34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王所谓的审判到了，会对在右边的绵羊讲：哎呀，你们承受上帝所预备的国，那是更美好的世界。我们人生在世多久？100岁。120岁，就像我们童年的92岁，大概不要太高兴，大概只能够活28岁而已了，大概剩下28年可以活而已啊、所以我们都不要太高兴。我们年纪大概都是28年，好。不管怎么说，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要分开。什么叫分开呢？帮助有需要的人，会成为我们进入天国的门票。你说，师傅，因为圣经有讲说那个。对一个法利赛人在问耶稣，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又要来跟随耶稣。”他说：“这个我做不到。”耶稣试探他，可耶稣也告诉我们：“你有行善的力量，有行善的力量，你们就要去行啊。”耶稣不是说叫你把财产都全部卖光，一定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举手知道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你就应该去做。所以告诉我们什么？
坐在我这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我所看到下去的每个弟兄姐妹，请你们听清楚，每个都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宝贝。没有谁说上帝特别喜欢，这个人特别有钱，这个人怎么样？我希望中心教会每一个人，我真的很盼望，真的期待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较高，没有谁比较低，没有谁比较有钱，没有谁比较肤浅，比的是什么？我们大家要拿天国的门票，我们大家付出我们的爱心，我们不要去计较，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尽量做，不要怕人家笑话，不要觉得人家作秀。你去中山教会，我们中心教会在表演圣歌队的时候，可能有人认为说会不会作秀，可能有心里这样想，可是得到是什么？那个李培文老师讲说，哎呀，中文教会很多人跟他讲说，中文教会怎么唱的这么好，感谢主，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主，让我们知道连中心教会的诗班会唱的这么好，那些道教更不用讲啊。所以我们很做什么这个做小的身上，一个做了一块面包，你给他一杯水，你给他一件衣服，你给他一次的探访，一次的照顾，做不到吗？我们要做的是最小的，那么因为你做小的，你都是不起眼，因为弱小，所以你容易忽略你所做的。你今天看他肚子饿了，你给他一块饼干，对你来讲没什么。所以这种做是什么？很重要，这个爱心是不经意的，发自内心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人问王说：“我什么时候给你一杯水喝啊？我什么时候你肚子饿的时候给你吃啊？我什么时候你没有衣服穿的时候给你穿啊？你什么时候你没有地方住我给你住？什么时候你在生病我看你在监狱我来看你。”他自己做，他自己不知道啊。也就是更重要的是说，我在不知道的里面，我们做的善事，这个重要是什么？这个叫做分开。有一天审判到，上帝会分别我们，分别我们做什么？一个永生。你有做这些在最小者的身上，你会得到永生。所以上帝讲的是会得到永生。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而你前面把它浪费掉，你看我们吃的东西很多是浪费的。我们每天都会到乐市，你们发觉到我们到的乐市很多是还可以吃的东西耶。那些东西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去给那些穷人？你会受到什么有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个同理，是不是同一个场所有同一主任，是吧？我们所看到的秕子跟麦子的比喻，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太特别细讲。也就是说，在草丛在那个田里面生长的麦子跟秕子是一起生长，可是等到它成熟的时候收割，秕子就会丢掉烧毁，只有麦子留下来。我们所看到的什么绵羊跟山羊，刚才所讲的，到时候在审判就会分开。5000的、2000的、1000，上帝说你真的是有用在弱小者身上，你有拼命去赚钱，你真的努力在侍奉，那幼人的身上会得到奖赏哎，会得到天国的门票哎，他是同一个人哎，是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场所，同一个群体，就像我一直觉得是我在讲我们中心教会呢。我现在心没那么大了，我一直讲说我们中心教会，你们彼此看一下好不好？你们认识吗？哎，这都是你们的兄弟姐妹呢。我们对你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想，我们要一起，就像划龙舟一样，我们一起把它带到天国。只要进入我们宗教越来越多人，全部带到天国。在我们的天国里面成立团契，叫做中宣团契。不要老的，有的人说，哎，知道了，哦，你们也在这里，中宣团契。你说好像蔡总理的欲望越来越小，是不是？我欲望不大，我现在开始慢慢觉得说，要中心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到天国，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那天国里面啊，会把他们分开，中心团契的人全部进天国啊，享受快乐，得到永生。那如果没有拿到门票的人，是受到有限的。所以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有一家叫做金时代，就在台北啊。我不知道在哪里，搞不在锦州街。哇，那面包非常好吃，好多人每次看到面包那面包是烤嘛，烤出来烤一炉之后，哇，所以大家都排队，为什么？去买面包。
有一天，他妈妈就跟他女儿讲：“哎，女儿啊，你下班回来帮我去金丝带买一些菠萝面包，多买几个啊。”妈妈干什么？我明天要去郊游，我们关怀据点，大家明天要去郊游。妈妈，你几岁了？还在郊游？郊游是小学生的活动呢。妈妈说，我郊游，我们听到郊游大家都好高兴哦。哎，你要帮我多买几块面包哎。他那有限定，一个人只能最多能够买5个，你就尽量给我买5个。好啦好啦，那就在你下班了回来，在我们家门口，你回来路上你去买啊。妈妈，你为什么不去买？妈妈在准备东西啊，你回来顺便帮妈妈买一下。好啦好啦，我不去，我下班好累哦。结果一走到那边，这么多人在排队呀、然后我们他说，你们都排队买面包？对呀、他每次出炉来啊，大概只能够卖30个人啊，所以一炉一炉出来，我们就一炉一炉这样排呀、排得好长啊。那女子在那边说，早知道我就不答应妈妈，那我累得要死，我刚下班回来，我还在这边排队买面包，妈妈要去郊游。哦，妈妈阿姨也会郊游。结果他在那边谈，全部都是阿公阿嬷，然后大家在那边聊天啊，你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什么？哦啊，阮孙啊吼，明仔载就讲好好要去郊游啊，好好要去野餐啊，学校要去野餐要去郊游，所以我来这边买面包啊。我刚才去菜市场啊，帮他买什么？帮他买什么？哇，让他去郊游，还买苹果啊，买水果，让他去郊游，大家都很高兴，全部谈的都是尹孙啊，他的孙子、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所以他就走过来看，怎么你那么年轻？他说，你买面包，你要做什么？他很腼腆的说，我妈妈说要去郊游了。你妈妈要去郊游？还没就一个和尚讲。哎呦，我在想到小时候去郊游，好美哦。我好久没有去郊游了呢，我真的好喜欢去郊游。这里一嘴那一个说，对，小时候我们那时候郊游才有苹果可以拿，小苹果。郊游妈妈才会帮我们特别准备饭。哎呦，郊游多好！一看你一嘴我一句，那个女孩子在那边听了一愣一愣，说：“哦，原来郊游对妈妈那么重要哦。”结果等第2个面包又出炉，他算一算，他不晓得还要排多久，因为一次只30个人。没想到旁边那个和尚立刻张开了，你先啊，为妈妈买面包啊，要赶快。大家一直往旁边排。然后他说不要了，没关系，你先，你妈妈在家里等你的面包。全部让一排，让他一个人走过去买面包。他一边走一边眼泪掉。原来我妈妈也需要郊游，我妈妈也需要面包。我好像这辈子从来没有为我妈妈做过什么事情。世界里面对人的第5诫告诉我们什么？要孝敬父母。全世界对神、对人的只有一个带应许的诫，要孝敬父母。有啊，我很孝敬父母啊，嘴巴都有。你有没有实际行动孝敬父母？用实际行动买个面包，你说那跟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穷人，你连自己家里的人你都没有顾好，然后讲了一大堆的话，所以上帝啊，给我赚大钱，我一定去周济穷人。上帝有没有赚大钱？给你5000，给你2000、1000，这是随上帝旨意的安排。你只要努力就对。可是你现在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你现在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们指的弱小的是他人，但是这个例子又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个合场，同一个中央教会啊。因为我们中央教会的人，我们陈爸爸还从山东特地现在下雨坐车过来。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淋到雨啊？没有淋到雨没关系，你的头发也没有很多了啦，所以，但是相对的，我们对我们家人不能够举手之劳？帮你太太洗个碗很困难吗？买一个小泡芙给你妈妈吃很困难吗？妈妈有一天在关怀祭的时候，洞县有一个关怀祭点，他们说要去郊游，你说妈妈不要笑死我了，那么老了还在郊游。
那我们教会才好玩呢。你看我们服务团契，经常会去郊游哎，陈国伟长老会带我们去郊游呢，还给我们去那边。上次去那个沙卡多百度，就是我们那个地方，还会跟我们讲解那个地方。每次看到你们都觉得好幸福哦。所以我觉得我从7岁以后那么忙，我如果不带小孙女的话，你说叫我教育我半年我就睡不着，兴奋的睡不着。哇，改天陈长老来跟我们2个去教育哦，好棒哦。所以相对的，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观察讲那个，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心理上有点震撼。这是2018年3月4号彩云节在后面，看到没有？很漂亮的彩云节。我这照片我看了好久哎。我刚来的时候，我来中立教会的时候，彩云姐是闭着眼睛就不理我了。可是每次祷告完之后，她还给他领起来，还给他考起来。慢慢她开始比较清醒的哦。可是我很希望上帝，我每天祷告上帝，上帝让彩云姐能够再一次在前面这么活泼，这么美丽，这么有精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不是说因为他拿的钱多少的问题，而是他将他能够付出的力量，他去帮助恩友教会，这应该是恩友教会的哈，恩友教会。其实嘛是足旺的一个人，伊就反正吼，咱礼拜了4点就到北恩啊，台北恩友教会啊，遐讲的。那么相对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教会让每一个人，就像曹庆兄，我今天你问他说，曹庆兄，我希望化疗完之后，他慢慢可以站起来，慢慢自己走来教会做礼拜，好不好？阿妹，我们希望教每个弟兄姐妹，我真的是看到荣一兄，我就不晓得该怎么讲，因为他是不是有拿到天国的门票？我希望每个人都拿到天国的门票，所以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们知道在哪里吗？你知道这里在哪里吗？知道吗？宜兰，对不对？做什么？在陈振兄家里的，我们在那边聚会。现在我们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可能没办法了，对不对？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去，曹先生带我们去耶。所以我只讲一个，我一个都不能少。我再强调一次，一个都不能少，全部都拿到天国的门票，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互相勉励，互相提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得到天国的门票，因为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一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每一个人能够做绵羊，在那个至微小的身上，在举手之劳之中，我们能够行善。我们在他们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施予援手。尤其我们中间教会是个合场，我们希望中间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一个都不能少，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天国的门票。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纪念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面前都能够得到永生。我们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起立，咱三甲来念圣诗438首。阮的菜也好种子。
三甲内面上赢397首，临时后请蔡金老祝祷。我们中心教会的弟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天国的门票，上帝的恩冠浇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能够主要所祈祷问定义的上帝听盼，圣子的相通今日山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的如刷。阿妹。请坐。即时来报告，报告前咱人员介绍咱的今仔日来的新朋友，温明少，温明少小姐，我们请她。好，欢迎你，可以时常来中心教会。有主日的圣感恩节请家己备万心。消息报告我重点报告，今仔日12:50妇女团契妇女团契今仔有手做的胡椒饼请有报名的兄弟准时来参加。三马团契伫5月31号早起10点到下昼4点，伫咱教会4楼举行退休会，请大到。6月22日要举行圣礼典，若有兄弟要受洗请伫6月15号前向陈慧华长老来报名。具体交通咱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甲照顾伊的人会亲人代祷第二为着欧南平长老因全家甲林慧玲因全家的身心灵来代祷。以上今仔的礼拜到这，会倒好，行平安礼。